嚟到耶證對談啦。唔知近日咧，即係3月底4月份嘅時候，大家喺街頭會唔會見到啲耶和華見證人係咁樣喺度擺檔？個嘅展示板上面咧就會顯示咗有一啲歡迎你嚟嘅單張啊。咁一啲嘅單張咧，其實佢個標題係紀念耶穌嘅犧牲，或者咧呢一度咧英文版寫得更加奇怪喎。You are invited Memorial of Jesus' death， 耶穌嘅喪禮死亡。官網上面咧其實都有唔同嘅語言嘅版本啦。耶穌犧牲紀念聚會，跟住咧日文版啦。イエスの死を思い起こす集まりCommemorazione della morte di Gesù zu Erinnerung an Jesu Tod。 跟住咧下一個版面點擊落去咧就係 Vous invitez Memorial de la morte de Jésus samedi 12 avril。 係咧，我啱啱就睇咗一位日本人，即係離開耶證嘅呢位朋友咧，佢自己有個嘅網站叫做 Gospel to Jehovah's Witnesses 啦。咁佢個 YouTube 上面咧都 YouTube 嘅題目咧就係記念式の重大な問題點をエホバの証人に聖書から伝える，即係咧用聖經向耶和華見證人傳達關於耶穌紀念嘅重要嘅問題啦。有啲嘅討論，當然我聽到嘅內容咧就未必係我以下分享嘅，但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即係用個話題去睇，咁我都會參考少少佢講嘅內容。我都將佢嘅網站嘅 link 度咧，大家都可以去睇翻日文版本。或者譬如咧，我哋好多時咧會講到咧喺約翰福音嘅第6章53節，喺和合本嘅修訂版係咁樣講㗎。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們裡面就沒有生命。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咁呢度咧，好多時聖經咁樣去講嘅時候咧，其實都寓意指向緊耶穌基督嗰個嘅聖餐啊。而喺新世界本嘅2001嗰個嘅舊版啦，或者係新世界本2019嘅修訂本咧，其實喺約翰福音第6章53節咧，你係見唔到有任何嘅蛛絲馬跡咧係指向緊即係耶穌嘅聖餐有關嘅經文嘅喎。咁但係咧可能係天網恢恢啦。其實喺耶和華見證人嘅官網上面咧，有1984年嘅英語版本咧。咁呢個版本咧就喺第6章嘅53節係咁樣寫嘅。Unless you eat the flesh of the Son of Man and drink his blood, you have no life in yourselves。 呢一節嘅經文咧就有2個嘅參照經文，分別係 B 同埋 E。 而 E 呢個咧就引用咗2段嘅串珠經文，就係馬太福音嘅第26章28節同埋哥林多前書嘅11章25節。這指的是我的立約的血，是要為許多人流出來的，使罪得到寬恕。新世界譯本。跟住咧，哥林多前書11章25節，晚餐過後，他也拿起杯來說：這杯指的是我憑我的血訂立的新約，你們要不斷這樣做，你們每次喝的時候，就是紀念我了。其實喺耶和華見證人嘅官網嗰度咧，當大家睇到呢一個邀請函嘅下邊嘅時候咧，佢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講緊耶和華見證人舉行嘅主嘅晚餐為何與其他教會不同。我哋點擊落去，跟住去到呢個版面，就會見到咧，佢下邊咧有一講緊咧啲文章嘅內容咧，講緊耶和華見證人舉行主嘅晚餐嘅時候咧，只有少數人會吃餅喝酒，為什麼咧？咁佢話憑耶穌的血訂立的新約取代咗耶和華上帝同古代以色列國訂立嘅約。不是所有基督徒咧都會在紀念聚會中吃餅喝酒，只有締結了新約的人才會。他們是受呼召的人，是上帝特別挑選的。聖經說只有144000人有殊榮跟耶穌一起在天上做君王。咁呢個係佢哋嘅講法啦。咁但係呢個講法咧，同頭先即係喺聖經入邊咧，其實耶穌所講緊嘅嗰個佢嘅命令或者吩咐咧，係完全兩碼子嘅事情啦。我哋提示到耶和華見證人，你嘅聖經版本其實喺1984年英語版嘅長注本 with reference 嗰度咧，嗰個嘅串珠經文咧係講到明。約翰福音第6章53節咧，指向緊
主餐嘅，而主餐嗰度咧，耶穌親自咁講咯，你哋紀念佢嘅做法係乜嘢？係喝他的杯啊，咁即係話飲耶穌嘅血咯。咁請問耶和華見證人，呢個係冇得選擇㗎，係咪一個選項嚟嘅？我做又得，我唔做又得嘅咩？耶穌基督話咧，佢嘅血咧係為多人流出嚟咧，要達到赦罪嘅效果啊！新世紀本嘅經文係講緊令到罪得到寬恕啊！咁我又想問下耶和華見證人朋友啦，會唔會我唔飲嗰個嘅主嘅杯，唔飲佢嘅血都可以罪得赦免先？係咪可以㗎？而家翻嚟咧，就係耶和華見證人相信大部分嘅人咧都唔係嗰144000人嘅一份子，就係耶和華見證人向人邀請去主餐嘅聚會嘅時候咧，其實根本只會傳嗰個餅、傳嗰個杯係參與唔飲嘅時候，咁都係叫做遵行緊耶穌嘅吩咐咩？耶穌話：你哋紀念我就係要飲個杯啊！咁你哋去到呢個招聚咗咁多人嘅場合，你哋係唔飲嘅喎？咁樣都叫遵行耶穌嘅吩咐咩？聖經有冇咁樣嘅教導？有冇咁樣嘅例子？你可唔可以指俾我睇啊？如果你哋招聚呢班人嚟到宣稱係紀念主，喺個主餐入邊完全冇遵行到耶穌嘅吩咐，咁樣同忤逆耶穌有咩分別呢？如果你哋係公開咁樣招聚一班人一齊嚟跟隨你哋教會嘅教導，而唔係實踐耶穌嘅吩咐，咁你哋係咪用嘴唇去敬畏主，但係行動上面就背棄緊佢呢？你哋聲稱你哋所有嘅信仰都係建基聖經、建基耶穌嘅吩咐噶嘛？係咪？咁你咁做，耶穌幾時有吩咐過呢？可唔可以俾啲聖經嘅證據俾我哋睇啊？我哋好想咧用一個嘅經文去正面咁樣提示耶和華見證人，唔該你哋去真係證明一下你嘅信仰係切切實實跟隨主嘅教導嘅，定係你信咗耶和華見證人幾十年，你一年復一年咁樣去邀請人嚟到拒絕主嘅杯、主嘅餅，咁樣又算係履行主嘅吩咐咩？請耶和華見證人嘅朋友慎重去考慮清楚你嘅信仰帶緊你去乜嘢境地。如果你係公然咁樣違背主耶穌嘅吩咐，又招攬一班人嚟一齊忤逆主嘅吩咐嘅時候，上帝會點睇你啊？呢個係一個好嚴肅嘅問題，請你哋思考清楚。好啦，各位基督徒朋友，希望以上嘅兩點，你透過聖經攞起耶和華見證嘅聖經，根據佢哋官網嘅資料，話嗰個嘅串珠經文俾佢哋知嘅時候，讓佢哋坦坦白白自己去面對佢哋信仰嘅真相。你企到出嚟招攬人做乜嘢呢？公開咁樣去忤逆耶穌，定係貫徹緊耶穌嘅吩咐呢？希望呢一個嘅時節喺佢哋嚟緊4月12號去招攬好多人去佢哋嘅所謂耶穌受難聚會，去紀念耶穌嘅喪禮嘅時候，佢哋自己有冇真正喺入邊咧去思考佢哋嘅信仰，其實係做緊啲咩一回事呢？以上好由衷嘅分享，希望都幫到大家，下次見。